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开始，车无让行人经过，甲行人无离3公尺以上，罚金提悬到上济6000块。部长嘛呼吁过车路唔通看手机啊。这国际鉴证机构指出，冰淇淋、树泥糖、林开可乐拢有阿斯巴甜，可能会致癌，按算7月要列做致癌物。淘汰的数量是愈来愈少，农委会水试所今年成功进行全球头一个海上人工受精的企业，冒不出淘汰遗迹。为了改善交通，保障过路人的安全一寡交通的新制度今仔开始实施。外界上关心的是车无让行人经过，罚金提悬到上济是会当罚6000块。标准是维持讲车甲行人至少爱离3公尺以上。交通部长搁再嘛呼吁讲，民众的过车路得爱专心唔通看手机啊。行路人穿过车路，煞叫汽车弄到，类似的交通事故真济。要防止事故发生，那车辆驾驶爱提高警觉，行路人伫个过车路的时阵嘛爱细致，避免违规。统计本市1至4月份当中，行人 A1 类交通事故，行人设有违规穿越的马路情形，超越80%以上。为了改善行人交通权益，交通新制6月30开始实施5大修正重点：车辆无停让行人，罚款上济提高到6000；违规记点累计期间由半年延长到1年；无照驾驶的机车也是小型车，上悬会当罚到24000；车辆超速达到40公里，都认定是严重超速。增加13项民众检举违规项目。取缔标准还是用现在3公尺的一个方式不能说因为停让，所以你滑手机或是任意穿越马路这个部分在警察这边也会做一些取缔新制实施头一天，会当看到路里的汽车、机车，听后行路人拢行过去才正弯，避免甲行人相撞。毋过有民众认为，除了提高罚则，行人专用的青红灯，这才是更较好的解决办法。不是有那种十字路口是车子一起走、人一起走的那种，就避免人跟车接触，这样不是完全100%隔离吗？人车分道比较好啊。你像以前行人路桥多有用。现在都把它拆光光。有民众认为，处罚是治标无治本，应该为道路设计工程做起，才当有效改善交通现况。交通新制上路，要避免意外事故，也加违规受罚，驾驶人爱更加注意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早起有10多台客停车，市交通部持喇叭抗议，因批评讲交通部只会晓处罚，无配套，相关的交通号志并无完整，客停车载人客嘛无设专用的停车点因要求交通部就应该爱提出改善的方案。抗议的客停车队因是提出2个主要的诉求，因指出讲有一寡路口虽然有行人专用的号志，也毋过人甲车根本无法度分流，应该赶紧来改善。另外，因为客停车无上下车的停车点通载人客，随叫就随停，所以常常拢会防检举。因嘛批评讲有真侪配套拢无做准备，特别扩大执法，互客停车司机真困扰，所以嘛真不满。再来看最近山区过道常常落雷公雨，伫南投信义乡第21线141.5公里的所在，决定新中型公路夫妻树路段27就发生崩山离到同一个所在又搁崩山，双向的交通拢中断了，也毋过加载是无发生意外。信义工务段嘛出动机械来抢修，若是天气的状况稳定要来拼看敢有法度下晡就通车。工程人员听到石仔落落来声音，赶紧停落来，也管制人车通行。所落来就发生更较大规模的崩山。大粒石头小连续连落来，规片山坪规个崩落，景象是真惊人。这是南投信义第21线141.5公里处，也就是塔塔加路段。而到下晡一场西北雨了后，发生大规模崩山，落落来石仔也把这双向的路线全部切断，大型机具赶到现场清理。现场已经有安排厂商人员跟机具进驻，4天后那个比较好一点，会进行抢山。伫同一个路段27也发生大规模石仔落落来，甲双向车路拢占条。虽然有紧急排除，毋过自告搁再发生崩山，而且规模更加大。
信义公务单表示，连续几日间高温加上落西北雨，予山区的石头变甲真松，而且这个路段暗时也采用封闭管制，维护人车安全。有管处也要提醒民众，若经过这个路段，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午后有雷阵雨，会造成路段的一些损坏，我们希望游客注意山区的安全。有管处表示，这个路段附近无路面或者是徛街，若要往阿里山方向的路面是会当往家己方向来出入，不过影响到出来休热期间要去到塔塔加，还有阿里山的游客。信义公务单表示，目前大型机具正在拍通，敢法度伫咧6月30日前完成，也是爱看山内面的天气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风台季要来了，气象局今仔开风台展望记者会，表示讲，今年到目前为止，北大平洋的西部只有3个风台哦，比平均4.3个搁较少。如果下半年北大西洋西部的风台形成的数量哦是正常偏少，会影响到咱台湾风台的数量哦，应该是甲以前差无偌济。有气象专家嘛表示讲，今年因为适应现象，风台的强度会较强。每年7月到9月拢是风台季，今年的风台展望，中央气象局表示讲，到目前为止，北太平洋的西部敢若有3个风台，比气候平均达4.3个搁较少。台风侵来台湾的个数呢，最多的几率还是4到5个左右。那这些数字呢，大概是跟我们在统计上一年的这些案例是有类似的。往台湾走的个数也是相当的多，所以平均来讲，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台风侵台数呢，大概是接近正常值的情况。气象局预估，今年后半年北太平洋西部的风台形成总数是正常甲偏少，侵袭台湾风台数量接近正常。若是7月到9月，台湾气温是正常甲偏悬的几率较悬，雨量是正常甲偏少。若是后半年适应现象恐惊会阁创新悬。气象专家指出，适应甲反适应甲侵袭台湾的风台数量济少无关系，是讲若是适应现象，迄一年的风台强度就会较强。出现声音跟反声音哦，它对侵袭台湾的这个台风哦，它们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它海上的时间比较长，台风的强度就比较容易有好的发展，所以台风强度一般比较强。专家表示，出现圣婴年的时阵，风台形成的位置是离陆地较远，而且风台的强度会较强，而且生命期嘛会较长。大部分拢是长命的风台，呼吁民众要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爱食甜的民众哦，就要特别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近认定讲，包括冰淇淋、树泥糖，甚至零卡可乐，拢有人造的甜味剂阿斯巴甜的成分，这可能会引起癌症哦。所以按算7月，特别甲阿斯巴甜来做可能的致癌物。想要食甜的物件，啉饮料时阵佫惊大苦，就会选择讲是无糖、零卡的可乐，或者是extra树奶糖，也佫有用大糖的饮料。毋过因拢有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是一种互食品广泛运用大糖。毋过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下骹跨政府单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伫开会议讨论了后，认定阿斯巴甜可能对人类会致癌。调查结果会伫7月14正式对外公布。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causes cancer these days, you know, so I kind of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Diet Coke completely. WHO 下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将每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照危险的程度分作5类。阿斯巴甜这种物质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低，而且在动物实验当中，致癌性证据也佫无充分，对人体致癌性的证据也佫有限。For people who have diabetes and who like a sweet drink or something with that sweet taste, it's going to be a bit of a kind of a wake-up call and maybe cause them to rethink some of the dietary choices they've been making.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即摆讨论，指根据公布的证据，评估亲像阿斯巴甜是毋是对人体有害。另外，人体摄取偌济量是落伫安全值内底，无伫即摆考虑范围内。另外，因接受安全值的定义，主要是由 WHO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甲国家监管机构所决定。
国际甜味剂协会认为，国际感情研究机构的判定无够全面，可能误导消费者。按过 WHO 第5月发布的新的指导方针，也建议消费者唔通用大糖来控制体重。公司新闻新读配评析。来看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红白讲饲囡仔食爱困药后，这间幼儿园马上要求停业。昨是公布讲，幼儿园30来个囡仔头毛的检验，拢无验到有巴比妥等药物的反应。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等到司法判决出来，幼儿园麦当来提出国家赔偿等救济。新北市长郝友宜嘛将对伫代志单发生的时，有美老师来回释咧。作为市长的我，也是心急如焚，所以当时候的发言绝非不是我的本意或是恶意。新北市长郝友宜30日镜头前回释咧，因为板桥某一个幼儿园怀疑牵涉到饲药案，伫代志一日开始，伊捌讲老师伊的用心使人怀疑。即马30来个学生囡仔头毛检验拢无验出巴比妥等相关药物反应，毋过伊话随转向要求副总统赖清德爱回释咧。已经证明是一个谣言造谣的事件。赖主席，你欠社会一个道歉。这件事情还在司法调查的程序当中，我们完全尊重司法调查的这一个结果。在行政院呢，已经成立了跨部会的这一个小组希望来厘清呢这个检验的标准。专案会袂线，甚至引起政治的竞争。那赢到议员向检方告发赖清德等人涉嫌散布假消息，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等。北检回应已经受理，会伫最近分案办理。不过，这间幼儿园早就下令停业啊。虽然新北教育局表示，当初是用最高标准依法处理，嘛强调将来司法结果若出来，园方若做有疑问，会配合提出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我们这群善良然后爱孩子的老师，却要遭受这样的抹黑，那被贴标签，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看到就说你们未读，老师你们未读。检验结果公布。幼保团体嘛出来讲话，希望赶紧先予老师清白，莫阁有怀疑的眼光，予幼教界清净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一个非洲的17岁查甫囡仔被警察枪杀，引起暴动。这已经第3天了，抗议嘛唔难发生嘅法国真侪都市，佮拖到比利时，已经有200人被警察抓起来了。宵禁嘛一直到后礼拜1咯。这个开枪的警察嘛已经被起诉拘留，伊嘛已经向家属回释咧。市府街路客运示威的民众，四架拢车受害去，警方凭催泪弹要赶人群，警民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几日间之前，法国一个17岁非裔少年男孩因为固执零检和关警射杀，引起全国民众愤慨，一直发生暴力示威。根据法国内政部目前已经出动4万警力甲宪兵应应暴力事件，全国各地至少100人被逮捕。经济大众运输系统暂停营运，巴黎甲周边地区会宵禁到下礼拜1。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出面谴责警方开枪的行为，同时呼吁群众保持冷静。Ensuite de réactions, vraisemblablement de tentatives de récupération. Et les dernières heures ont été marquées par des scènes de violence contre commissariats, mais aussi des écoles, des mairies, et donc au fond contre les institutions. 咱个妈妈孙伢真侪人伫事件发生的南海啊地区游行抗议。伊昨个第一摆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质疑这案件有种族主义动机。游行差不多6000人参加，真侪民众表达对警方的不满。J'ai confiance en la police pour plein de choses, mais là il y a une recrudescence de morts qui est inutile et qui n'a pas lieu d'être. 目前开枪的警察被控杀人罪，遭起诉甲拘留，也已经向受害者家属来回释咧。不过，耶律师所表示，会伫法庭顶悬证明警察是依法行事。公司新闻牛眼评析。罗西亚总统普廷拜三伫罗西亚南部甲支持者见面，这嘛是佣兵集团兵变了后，普廷头一届出现伫公开活动，描述是要拍破政权无稳定的风声。兵变事件敢会影响到普廷的权力？
美国总统拜登是认为讲这个真歹讲哦，拜登嘛无说你甲乌克兰讲做伊拉克。好大声化的强烈支持者包围俄罗斯总统普廷拜三暗到俄国上南边的城市，伫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日尔宾特访问，甲官方国的几百位支持者见面。这次自从俄国的佣兵集团瓦格纳发生兵变了，普廷第一遍参加公开活动，伫画面上甲热情的民众亲切互动，敢若是要回应外界有关于政权无稳定的传言。参访期间，普廷甲达吉斯坦的领导人梅利科夫见面，特别强调伊相信民众的支持。梅利科夫也对普廷正抱塔，讲所有民众拢相信伊伫兵变期间所有的决定。不过，西方国家甲媒体拢评论，瓦格纳的兵变虽然无成功，不过已经明显减弱普廷的领导权威。美国总统拜登拜三也和记者问讲，普廷政权是不是拄到威胁？ 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NATO.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Union. It's Japan. It's 40 nations. 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并无受到叛变的影响，立即停来。拜日俄军轰炸乌东一间餐厅，造成真侪平民死伤，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包括3个囡仔，也有至少56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骂普廷等俄国高层是土匪。І в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знахабніли безкарності. Від цієї безкарності та почали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весь світ. 泽伦斯基讲，伊拒绝任何冻结冲突形式的和平提议，并且家己提出10点方案，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军撤出，也个恢复乌克兰的边界。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再来看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有真侪电影拢未当放送。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的导演周冠威就表示讲，即马伫香港要拍片哦是真无简单，因为投资者甲演员拢惊讲会受到牵连，唔敢甲伊合作哦。政府的审查唔那真严格，佮无啥标准哦，所以香港的电影产业的环境是真困难。 47岁香港导演周冠威伫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阵，用镜头翕时代革命纪录片。这出纪录片伫坎城影展是大受欢迎，佮得到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且佮是台湾电影史上卖甲上好的海外纪录片。 但是伫2020年香港国安法上路了后，港府伫2021年10月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禁止播可能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电影。周冠威已经准备真久的新电影《一个人的婚礼》，嘛真侪投资者因为政治的考虑惊甲走去，甲几片80%的资金收回来，差不多港票800万。《一个人的婚礼》开始播了后，评价和票房拢无亲像想的较好，真侪观众讲这支片是真无像周冠威。 因为伊较早翕的电影拢是咧讲社会政治的议题，但其实真侪演员嘛无想要插着政治，拢拒绝演出。就算伊是爱情笑亏片，演员受到压力嘛去要求睇画面。所以香港電影圈除咗電檢條例係一個枷鎖，國安法係鎖緊咗，甚至係將創作嘅自由拎走咗之外，其實仲有一樣嘢。 就係呢一啲嘅合約，呢一啲嘅演員合約、歌手合約，通通都係鉗制住佢哋，用經濟去鉗制佢哋唔能夠發聲。 根據統計，對2021年10月以來，至少有21出電影和底片，和香港電影報刊辦體檢內容，也是要互因搬。但是電影報刊辦喺聲明內面講，對2021年以來5000出電影分級嘅申請案內面，敢若6出未當搬爾。電影報刊辦嘛拒絕對某咪電影來發表評論。香港政府已經向電影發展基金投資154億嘅港票，但是今年2月。 香港文化體育和旅遊局所強調講，電影若違反國安法，政府就會撥款來資助。I'm sure many of the filmmakers are finding very creative ways to deal with
these new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ir films are made. 香港电影工作者讲，过去电影的审查主要是放伫暴力和黄色的场景，但最近的审查标准是互人拢看无。伫6月的神龙雕国际底片节内面，都有3支影片是选用乌画面和无声来取代红台调的部分。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明仔载是香港回归26周年，伫台湾的香港人甲人权团体今日开记者会，伊呼吁台湾政府针对危害香港的人权恶霸，都要提出制裁的名单。因建议讲会当比较美国禁止现任的特首李家超、前特首林郑月娥，阁有中国官员入境，也是讲冻结因伫台湾的资产，向国际来宣示讲保障人权的立场。拒绝人权恶棍入境。7月7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进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入出国也有移民法修正草案，其中条文表示严重侵害国际人权公认的行为者袂当入境。不过要安怎来落实，并无明确的标准。伫台湾的香港人，还有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参考民间建议的名单，禁止这危害香港的人权恶棍入境，进一步来提出制裁，宣示来保障人权。我们让这些侵害人权者不入境可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究责。那如果这次的研究报告，台湾政府可以参考而实行的话，那就会变成了最积极，起码是最积极维护香港人权的一个主动的角色。报告建议的这个制裁名单，大多数已经是予美国禁止入境，也佫有冻结资产。包含现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前任特首林郑月娥，也佫有现任的官员。中国官员是有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这个人。另外嘛，望讲甲港版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嘛，甲列入去，显示讲因所做的判决是对公义无咧甲信道。所以我希望说，非必要不要到中国、香港跟澳门去，这个是我非常大的忠告。牺牲掉到中国发展跟旅游的那个利益，我觉得比我们牺牲掉自己的言论自由跟人身自由更加有意义。31天嘛是港版国安法实施满3周年。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伊讲，未来红线可能会愈来愈严，烦恼讲刷落来香港可能网络卖红封锁。外国人便也是有批评的言论，到中国的香港拢有人身的风险，呼吁大家都要去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份香港行动者团队写的报告，因指出讲国安法是利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香港社会，也毋过有一寡企业、甲民间机构，甚至是一般民众自我心灾的情况，嘛愈来愈严重。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这些未知的事情都是会有一种恐惧。那其实这份研究报告，其实它就是要把这种未知的恐惧就是打破。为2020年香港国安法公布到达已经3年，最近一份由无签名的香港行动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根据2000多条新闻资讯甲访谈，公布一份国安法实施了后对香港的影响。发现港府有为法律层面影响自由，也有透过非法律的手段介入影响。政府和他的一些机构在批准这些资助，还有这些展览场地的时候，对申请方就是进行一些政治的审查。法外的手法呢，就包括就是约谈啊、跟踪、骚扰公民团体的成员。世界表示，民间机构也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亲像私人的表演场地、会拒绝租场地，或有政治争议的价钱。报告也指出，在国安法之下，未来香港推出的这限制自由的法律，用词拢保留真侪不清楚的空间，让民众加重家己的自我审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最可怕。国安法里面讲到什么叫分裂，什么叫煽动，什么叫颠覆，什么叫恐怖活动，什么叫勾结，都是没有定义的。是可以说是由当政者决定，法官独裁决定。世界表示，希望透过这份报告，让香港民众看清楚香港国安法目前对香港自由的影响，看清楚香港政府的红线伫倒位，在自由甲红线之间争取民主的空间。台湾人权促进会是表示，望透过这份报告，让台湾人通看清楚香港目前真正的状况。记者高永水台北报道。
来看台湾政府甲民间企业合作，今仔透过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要捐予乌克兰48台救灾的车辆甲物资哦。伫台湾的乌克兰的人嘛去现场致意，感谢台湾。车身顶悬大有台湾甲乌克兰同在，英公归户乌克兰的大纸，全部拢以乌克兰文，甚至还有台湾甲乌克兰的国旗标志。48台各式的救灾车辆，拢是民间企业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合作，汇集各方的物资，准备以海运的方式捐赠给乌克兰。乌克兰的战区，1级战区、2级战区都很需要救护车，赶快去把受伤的拉出来医治。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救护车都已经毁损了，必须有很快速的车辆可以去那边救人，就是救护车。会通过民间的一些公司，然后以海运的方式，然后把它妥善安全运到乌克兰。救灾车辆包括消防车、救护车、富康巴士，是由超过14个县市消防局各单位捐赠的报废车辆，由民间企业开将近1000万中心来翻修，确定达到救灾的标准捐出去。另外，还有发电机等各式救灾物资，全部拢放伫咧中华新港乡公所来陈列。台湾的善心和在地的乌克兰人相当的感动。我们在台湾的每一个乌克兰人都非常感谢台湾人的细心和用心，我们会永远记得各位对乌克兰的帮助。长老教会表示，各式救灾车辆甲物资会伫咧3个月之内由民间企业来合作，陆续运往乌克兰。捐赠仪式现场除了颁发感谢状，也强调这是头一批台湾 Can Help 的力量，后续期待社会各界加入援助乌克兰。记者中华报道。伫巴黎市发生大规模假树射落，引起爆炸，有人着重伤哦。阳光基金会发现讲，假树的安全装置早着哪里国家标准咯，也毋过并无强制执行，变做是有哪无。因呼吁政府着爱赶紧来推动假树安全装置，积极宣导来减少意外。我是4月18号在家里气爆了，后来发现原因是什么？瓦斯旧管线有2个洞，有一个洞没有堵到，瓦斯从那边跑出来。这位气爆伤者的代表讲出发生事故的原因，加上顶巴日是发生大规模假树落石引起气爆，未少民众是真惊吓。根据消防署的统计，今年到5月为止，已经发生46件假树落石也是爆灾事故。为了避免假树造成灾害，阳光基金会呼吁政府爱赶紧推动假树安全的装置。非常多的意外，根据消防署自己的统计，有蛮多的意外是发生在换装瓦斯的时候。国家标准的瓦斯阀的那个自闭器，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因为就是防呆啊，就是你没换好，它会自动关起来，不会让你这边起，然后就爆炸。尽可能的家里要安装这个所谓的微电网瓦斯开关，一旦有重大的状况，像譬如说地震，它可以自动的切断，或大量的泄漏，它也可以自动的切断。执行长苏正贤讲，安全装置会当自动加一层安全的保障，嘛有纳入国家标准，不过并无强制执行，变做有哪无。倡导组曾丽金嘛讲，相关资讯无做整合，民众恶查嘛影响宣导。甄选检核表，那这些其实在消防署里面是没有看到这个资讯，资讯在哪里？在另外一个主管机关，就是这些产品的主管机关叫标检局，他们两边没有整合。根据阳光基金会统计，超过7成的民众对假树安全相关的装置并无了解，希望政府爱落实假树桶、天然气管线相关安全检验的项目，积极宣导，避免意外再发生。记者柯兰妮、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书校体重条例去年5月公布实行，陆续有书校防列做专案辅导的学校，也是下令停教停办哦。今仔日一场讨论书校体重条例的座谈会，有学者是认为讲，即卖的书校体重条例规定甲真严格，防列做专案辅导学校，就会当讲是互判死刑，所以嘛，呼吁教育部应该爱守法。书校体长机制的作单，私立环球科技大厦创办人87岁柯文哲咧做笔记，伊创办的环球科大确定112学年度结束了后停办。伊认为体长条例立法是真啰嗦，环球会无去是教育部爱负责任。列为专辅学校以后，就不可以再招生，然后你这些做伦理的60几个同学。你要他家长或者他雇佣的人推到哪里去就学？
像这些违反宪法，不是王道，是霸道。柯文哲认为，全球可能去全府限制招生，奖补助嘛无啊，根本是加速退场。退场条例无符合汉化保障私人行学。几多位法律学者是表示，退场条例第14条，全府学校董事会重组限制真济，董事长煞爱教育部来核定，除非有真悬意愿的投资方愿意来进行投资，若无早就知影会关起来。我就算投钱进去哦，那像少子化那么严重，然后要怎么办哈？个人预判到了宪法法庭之后，大概做出来的判决一定是合宪，但是呢，如果没有给要退场的私校一些救济的，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所以呢，应该要再给在私校退场条例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救济的管道。廖教授讲，担保未来未有退场的学校来拍行政官司，甚至到汉化法庭。也毋过官司真了时间，嘛无想要搁看到教育重大错误，呼吁教育部赶紧来修改退场条例。记者是辛志明台北报道。现老的土特鱼是贵33，也毋过20天来数量嘛减少真侪，国际上嘛无啥物成功还蛇记录。农委会水试所今年成功完成全球头一个海上人工受精的试验哦，冒孵出土特鱼仔，生出真侪细只的土特鱼。在渔民协助之下，研究人员要挑战活掠土特鱼。眼神钓虽然会当掠到，但存活率低。透过定制网，研究人员把握黄金时间，掠到鱼仔了后，赶紧取精取卵，准定着做人工受精。想袂到后来个成功培养出鱼仔仔，成为全球的首例。沙特阿拉伯基本上他们是抓不到活鱼，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没办法往下一步去进行这样子。人工繁殖生出来，阁袂当伤大气。土特鱼仔囝5天就生喙齿，要顺利大汉，需要超大的空间，因为伊野性非常强。大咬小，咬得很厉害。我们后来把它抓上来看，其实有些鱼来讲，它肚子是吃饱的，但是吃饱它还会去咬它的同伴。协助活掠土特鱼的平湖渔民表示，这几年来冬天变短，鱼仔数量相对减少，期待成功繁殖。我们渔民也希望有鱼可以抓，当他们慢慢有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土特鱼正式的名或者是康氏马家春，是非优性鱼类。2001年产量达到3200吨的高峰了后，这几年来仍存500吨。研究单位寻求人工繁殖，但人工育苗存活率只有 0.17%。12万粒受精卵定会当收成206尾，挑战非常大。虽然培养45天体型上大会当达到15公分，但一岁大才有繁殖的能力。水试所表示，要等到第一代鱼仔生后一代，才代表技术成熟，会当大量繁殖。记者林文国报台北报道。银家菊是一款国际的毒草哦，人甲动物接触到拢会过敏。也毋过，最近伫各地是生产到真厉害。华人七卡川溪最近就发出规片的银家菊，因为拖了真紧哦，所以需要赶紧来防治。这是华人七卡川溪挖进出海口的所在，号称点悬真像香草的物件，就是互人叫做国际毒草的银家菊。因为这个所在是华人市民真正来遮散步佚佗的所在，有民众想讲是满天星吸满，结果呼吸到过敏。下来才看到蚊怎么那么多。因为从上面看的话，就是一片的白白的，很像那个茅草，那个赤道草也是这样子啊。对，那长得这样子啊，下来才看清楚说，哦，原来这个是银胶棘这个花。因为银家菊开花结果了后，只会大量飞出去，生长力真强，传来速度佫紧，常常造成规片树芽，甚至作物为好砍去致死死亡。移除时机是花期4月至10月，开花前上好。不过移除的时阵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一个口罩戴着，然后手套穿长袖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它，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就是你连根把它拔起来就好了。拔起来之后装进那个垃圾袋包起来丢掉这样。林务局表示，银家菊本来是发伫中南美洲，是属于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常常互民众想讲是花去甲摸，结果去吸到点悬有银家素的过敏源，引起皮肤会长过敏，也是呼吸道无爽快症头。虽然无接到民众有去食到，也是接触致死中毒的通报，不过医疗的时阵，也是要特别细致。记者综合报道。
鸡蛋馆所学的新城溪热人溪尾拢是大哦，一寡鱼仔虾仔拢会打死。有民众是认为这是因为水利署对溪头引水去灌溉，佮提供工业使用造成的。县政府嘛表示讲，因会来研究改善。这张相片看到河埔全部打起长楼，这是既然所河新城溪若到热天雨水较少，因为水头水源，河农田水利署用土石闸水，用在农业甲工业，才会断水。一些鱼虾，有的时候跑到一半，如果碰到干掉，就一大堆就死在那边。我们是希望说，水资源应该是适当的利用啊，大家共享。地方认为水资源应该适当利用，公部门不应该让安尼情形发生，因为不只是破坏生态，也可能让河口断山，和大水河时阵河水无法度泄出去，影响安全。根据观察，当地生态环境记录者提供影像，因看到无水，真侪鱼仔死去，因为新城溪河水清气，有真侪鱼仔、虾仔生团，起码全拢打死。我们如果可以就是厘清我们的水账，然后知道有多少水适合的能够取用，然后在这个比方说现在已经准备要收割，都是晒田的季节，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水还给河流。实际到河川因看到土堆之间有真侪河道，根据原副调查，若农田水利署有用水需求，对用土石来放施，和河水全部流到农田水利署的出水口，是造成无水的主因。那我们已经找了相关单位来做了一些研议哈。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新城桥下游必须要常年有水。政府表示，已经找相关单位来研究解决办法，一定兼顾农业、工业用水，加河川生态基本需求，袂予这种情形佫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小琉球哦，热人拢有真侪游客。顶礼拜527连假都有36000多人，海边啊渔港哦，人拢吵，嘛运用着渔船来出力。有业者哦，甲一寡牌仔拢放伫沙坡地顶头，因为目前哦是海龟上花生卵的季节咯，嘛去阻碍着海龟的动线。相关单位是表示讲，因会来加强稽查，嘛来做处罚。热天，屏东小琉球变做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每到假日，都有真侪游客来佚佗。顶礼拜连续4天的肉粽节连假，顶岛人数竟达到36776人。但游客伤济嘛出现真侪乱象，有游客伫3号渔港附近的航道耍水，唔那影响渔船出入，佮提悬人驾船的风险。跟渔民的进出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啊！那我们希望说要有效的去管理的。游客节带来商机，但乱象嘛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唔那安尼，部分业者为着省搬运的时间，直接就用独木舟 SUP 放伫中澳沙滩过暝。但中澳沙滩是海龟生卵的所在之一，伫要到的暑假更是生卵的高峰期。邮局对海龟来讲，亲像路种共款，阻碍伊上花生卵。批管处稽查了后，决定函送国产署处理。将违规的资料送给土地管理者，国产署接续侦办。后续我们管理强度会再更增强，邀请相关的机关以及乡公所的清洁队，将不配合的业者直接将载具他们的并走。放他们私有的东西在国有土地上，没有取得合法使用权之前，当然都是占用行为。国产署表示，会甲批管处参详看敢有需要将中澳沙滩围起来保护海龟，但不管是凊彩将游具定伫沙滩，还是放游客伫航道耍水，拢毋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屏东海渔所已经开始搜证，准备照渔港法对业者开罚3万到15万块不等的罚款，暑假嘛会甲业者协调管理的方式。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来看，讲是全球第2大只离岸风电大型的浮吊船——环海翡翠轮，是咱国内头一只浮吊船，是由台船公司家己设计制造，嘛有家己的系统整合技术咯。这只船造价上百亿，今仔是举行交船典礼，伊个后个月就开始伫中部动工哦，未来卖来经营海外离岸风电市场。水平仪式启动，代表新船一切顺利嘛，见证交船这时阵，这只国内打造第一只浮吊船，全长200多公尺，宽49公尺，会当载的货物有6万吨。
甲板装着一具会当360度来回旋的吊车，会当吊4000吨的物件，等于一届会当掠3000台车起来，而且吊到30楼高。那这是我们风电发展的里程碑。那不只是有造船的技术，将来会累积营运的经验。俄乌战争，欧洲国家还有甚至美国都在重新大力发展离岸风电，所以海事工程船，特别是像这样大型，在国际上是非常缺的。这只船啊，爱开100多亿来打造，会当讲是全球第2大，嘛是国内第1只由台船家己设计、建造，而且掌握着系统整合技术的浮吊船。如果后个月要投入中部风电营运场到2025年，后续这是要开拓到海外市场。所有海洋的打桩和运输的工作，那从此可以开启台湾在海域工程施工的新纪元。在今天以前，在这个船以前我们海上的东西都是外国人来的。海船表示，这只船是因公司有史以来造价上悬的商用船，但是虽然成本真悬，也是归类做生财的工具。初估10天内底会当回本，结合着欧洲离华风电的实务经验，加上台湾 MIT， 这只船会当变成台湾推动着绿能产业，还有国际合作上大的帮助。记者明昭款、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台南的永和国小，伫5当前的拆一寡旧校舍，意外去发现着清朝的台湾证券中心台湾兵备道的办公室哦。经过学校甲文化局等单位合作，甲这个古迹拢保存落来。即马嘛正做全台湾头一间校舍现地保留历史遗迹，提供展示的校园。来到台南市的永和国小，这看起来新鲜的校舍内底，也有保存超过300年的历史的遗址。这一块一块的砖啊，都是清朝时代台湾兵备道遗址的一部分。学校就运用这个遗址，甲校舍设计做结合历史古迹展示的校园，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个。觉得蛮酷的，因为这栋校舍就是最近才盖的嘛。那这么新的校舍里面有古老的文物，我觉得是强烈对比，也蛮新奇的。平常在学校可以看到，就可以来参观古迹，就觉得蛮新奇、蛮酷的。台南市永和国小的位置，无论是明朝、清朝，还是日本时代，伫咧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拢占正重要的地位。5年前，要甲旧校舍拆掉的时，却意外发现兵备道的遗址，市府嘛甲指定做市定古迹，针对保留遗址的问题去改变建筑设计。身为校友的刘木贤设计师也维持校方和市府的理念，甲遗址留落来。先人走过的这样一个文化遗址上面进行我们优质的学习，就有认识我们的市定古迹。从这个古迹又延伸到整个建筑跟外面学校周边的例如文学馆啦、消防局啊、那个林百货啊相关的文化古迹做课程的结合。迄当时挖出遗址了后，文资处在施工的期间，嘛开始做老师的培训计划，带老师实践去参访考古的现场，了解考古的相关知识。嘛伫咧校内课程加入文化资产和考古相关知识，和校内的文化资产有新的性命和使命。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县的三地门有一条部落族人古早定定的行路，已经爬远了。也毋过，在地艺术家甲少年人用传统的工法来修复。伫过程中部落的老大人嘛教因讲安怎来找水源，林北山顶的动植物，所以伫修复过程，伊嘛学到部落传承的智慧。些技巧，龙眼树有什么好处？艺术家带学生伫休息内步道，那行那人捌路边的树啊，这是山地门青叶部落。英国族人咧行的路已经爬远真久啊！在地艺术家甲幼稚用传统的工法修复，互想要来这行搭认捌在地文化的人，有一条安全的山路通好行。我们那时候制作了2组的流笼，在运输这些石头啊、木材那样子，也是利用这一次在整修这步道的时候，就是也会间接的在传授他们一些那个山上的一些技能。青叶社区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用流笼运送材料等等的工法，修复这条200多公尺长的步道。施工期间，在地侪伙人嘛伫咧边仔，教因安怎找水源、辨识事物等等世代传承的山林智慧。附近的青叶国校的学生嘛有来参与这个修复的过程。有去打铁钉，
就是打这个木头的旁边，土就不会流下来。然后石板是我跟我叔叔用土铺上去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即马步道修理好势啊，部落的族人会当接来这行行咧，期待未来会当加入生态旅游、活化地方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13届举办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早起开幕。今年有一粒新的马祖球上映捌，加强是有55粒的热气球，桃园嘛甲台东县的热气球节来合作，望讲做伙来推动观光的发展。30早起5点半，2023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伫台东县鹿野乡的高台开幕。由台东天后宫出钱，拄啊做好的全球头一粒马祖造型热气球，回购了后头一届升空。甲其他14粒国内外古锥造型的热气球，做伙伫花东唱国的天顶飞行。其中也有一粒日本的爱心球，特别展示低空飞过观众头顶，再个升悬的飞行技术，让游客非常的意外甲欢喜。很壮观哎！以前都以为是热气球是直上直下，但可以飞耶。今年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式来参加游客，甲往年客满规个高台山坪，安尼比起来减一半。可能是前一天台东才落大雨，各家各中小项爱后礼拜日才休热有关。不过今年会连续举办60天，历史上上届长的热气球活动。除了有马祖球的加持，国外来的31粒热气球，原来会陆续到台东参加盛会。特别的是，今年桃园市头一届甲台东县结盟，分享观光资源，带动两县的观光产业发展。桃园机场是我们国家门户，希望它能够来到鹿野高台。桃园球也会加入我们热气球的行列。从今年开始，每年的热气球，我们桃园都不会缺席。目前7月也已经有明显的提升，那8月也已经开始陆续的提升中了。台东县热气球活动展开暑假旅游旺季的头一波热潮，饭店业正看好，不过民宿业暑假订房率7月到8月也是比往年减少3成左右。业者期待热气球活动的效应会当带来更较好的业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是黑暗层的故乡，有未少少年人用因的专业来发展在地产业。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群少年人是安怎来因对东港的爱，用实际行动来表现。黑暗层的季节要结束啊！花轿市的人客是客家满。这是台湾黑暗层大出的所在，嘛互叫做黑暗层的故乡。自古以来，东港就是屏东就北落南的过站，人客好了食咧，就袂阁留伫遮。要安怎甲遮的观光客留落来？当地青年伫几当前成立大平湾观光产业联盟，各行各业合作，带动地方的发展。早东港一直互人，伊只是一个过站，黑暗层甲遮海上甲青，咱食咱会当离开啊。要改掉这个观念，有一点仔难。阮就是透过这个联盟，即马慢慢来向遮的游客灌输这个观念，你会当家己东港留咧。那我们希望有一天，讲到网野绕境、引网文化，你就会想到屏东。为什么要为外地倒来遮拍拼？主要也是要推广咱地方的物件。我感觉我毋是咧卖鱼仔，我是咧教人食鱼仔。外客找无路，入来借问者免烦恼。公部门和当地业者合作，设立借问站，将在地元素融合产品和布景的设计，让国内外观光客伫东港拢会当安心旅游。我若有一个人客来到东港，会当用上省的时间，耍到阮在地故事啊，食到好食的物件。配合佚佗的景点，建构遮大的网络。在地青年讲渔人的故事，深入探索文化底底。伫东港的少年人，毋但是卖物产、卖海产，应用家己的专长，卖故乡的特色，卖屏东的好。记者吴定宇、林建如，屏东报道。来看中华职棒统一赛，昨暗伫新庄棒球场对阵富邦悍将，统一赛落尾是7比3赢球哦，摕到今年顶半球季的冠军，这嘛是统一赛第66座的季冠军哦。摘球出手，三垒方向拦截之后，稳稳的传一垒。
聊聊最后一个出局数，同业西球迷伫咧岛边外境展出柑仔色的彩带，庆祝摕到2023年中华职棒顶半季冠军。李高涵伫咧新庄球场对富邦，统计只要赢就让家己封王。第三局顶半局第三棒所底嘅先来一记home run，打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深远，一去不回头。所底嘅这季第9记home run是拍破阿两嘅阳春炮，和赛队先提分。第4局顶半统一赛各有攻势，3记安打加对方手臂失误，各提2分。这一球被带起来，在中间方向出现了平飞安打。虽然富邦下半局也靠安打摕到1分，拍破阿两，也毋过统一伫咧第9局顶半局，各摕到3分保险分。比赛结束7比3赢，摕到今年球季顶半季的冠军。春训的时候我不在，他们努力的为赛季准备。虽然我们开季不是很顺，但不断的告诉选手，有一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不要放弃。这场比赛统一先发杨投胜骑士，到8局只个拿61分，摕到这季第8胜。也被选做单场 MVP， 赛队的杨投战力正稳定，顶半季贡献21胜，摕到240局，拢是5队内面上好的。团队的守备胜过只个拿41遍，排伫咧第2组，靠着优异的投甲攻击的战力，统一也摕到队史第16座季冠军，是史上第2座，怎么也称摕到今年中职季后赛门票。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有一只大翅海客互鱼网仔填条的保育团体真无简单哦，才帮助伊收登去大海。另外，伫美国有一只实验用的黑猩猩，互关伫实验室28天，最近互送去保护区，会使看得出伊真欢喜。非洲海面竖开的座头鲸，哪像在艰苦海产，因为伊有防沙网垫身，袂紧袂动。动保团体发现了，这2只小艇举断到这家私。哪交鱼网，哪甲鱼网加长偷开，顺利偷开鱼室的鱼网了后，抢救任务圆满达成。也过动保人员忧心，海洋虽然得救，也过经过这场劫难了后，恐惊无死嘛半条命。这个事件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的黄金海岸，目前是海洋500千岁的高峰期。这只10米长的座头鲸，无顺利中到防沙网的陷阱。这种现象不是头一届，保育团体呼吁。伫海洋潜水柜爱甲防沙网摕掉。来看美国非洲，这只叫做芳草的黑猩猩，按窗仔跳来，甲朋友攀揽的，欢喜甲目睭紧紧直直上天顶。这是28天来头一摆看到日头，快乐的心情拢浮伫伊的面容。And seeing the emotion in her face wa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struck us as the look of awe and wonder at having freedom. 保育组织讲，芳草互送来非洲这间黑猩猩保护区进前，从来毋捌体验过双脚踏伫草皮顶头的经验，因为以早拢互关伫实验室内底做医学研究，后来互送去加州的庇护中心，活动空间游玩受限制。这个月，伊含18只同类踮3英亩的新厝生活，互伊有归属感。She was just welcomed so warmly. And after all she's been through, with never being able to walk more than 10 paces in any direction. 动保人员讲，得到自由的芳草，从来毋捌遮尔欢喜过。对伊来讲，干那晒日头，就是一种幸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